坐低啊，Mike。咩事啊，老闆 Mike，你都年紀唔細啊，係時候好好享受下退休嘅生活。你講咩意思啊？公司已經唔再需要你啊，Mike。你係時候退休。你咁講係炒我啊？你唔可以炒我噶喎！我喺公司做咗20幾年嘢，冇功都有勞啊！你唔可以一句炒我就炒我噶喎，老闆。石 Q，係老闆。call 佢走。老闆唔好啊！你唔可以炒我啊，老闆。先生，好遺憾 ，X 光片已經證實咗你患腦癌。咩啊？我有腦癌？先生冷靜啲，腫瘤雖然係前期，但一定要切除。咁手術嘅風險高唔高㗎？手術成功率只有一半，一係成功，一係失敗。不如俾多啲時間你考慮啦。好啊，等我翻去考慮一下啦。你做咩打我啊？你仲好意思問我？你聽我解釋啦，研究3搭4，仲有個私生子。件事唔係咁㗎，你聽我解釋啦。先生，你有咩事啊？講你都唔會明㗎。飲杯咖啡啊，可能會好啲㗎。唔該。先生，你杯咖啡，請慢用。Mike 係國際廣告公司嘅高階主管，係一位非常之成功嘅人士。但50歲之後，佢嘅人生陷入低潮，公司炒咗佢，婚外情令到佢摧毀咗婚姻同埋家庭，仲生咗粒腦瘤。巧合地 ，Mike 走咗入星巴克，享受住一杯咖啡。招募員工嘅年輕黑人女店長 Christine 唔覺意問起佢係咪想揾工作，佢接受咗呢一份邀請。從前佢出門坐公司架車，而家返工就要同陌生人擠逼。從前佢一身高級西裝嚟到星巴克飲咖啡，而家就要自覺無顏面咁樣去為客人打掃、煮咖啡、收銀。初頭佢以為憑住自己嘅能力可以升任到工作，但係第一日返工之後，佢明白到呢一個工作嘅難度遠遠超出佢嘅預期。佢嘅人生即將要重新學習，努力咁樣去學習點樣使用收銀機，快捷咁樣去煮咖啡。另外，即管人工同過去相差好遠，但得到嘅充分嘅尊重同埋鼓勵，令到佢越做越起勁。呢一份體驗係佢前所未有嘅心靈奇蹟。究竟佢嘅心路歷程會點樣改變呢？就要更加咁樣去細心閱讀呢一本書啦。唔需要太過在意自己所擁有嘅一切，重新開始或者係一個好嘅選擇。逆境並唔黑暗，而係新嘅曙光。